地人在地前来到南投的酒厂，29日的大地震伤一个真正力，损失超过40亿。一寡摇甲倒去的建筑拆掉了后，加出真侪空地啊，所以酒厂就开10亿6千万，伫空地啊起一座真有欧洲风情的威士忌的城堡。除了来吉酒来做抢房之外，嘛希望会当吸引到游客，为南投加一个新景点。 超大酒桶放伫南投酒厂的仓库内，另外一边空地啊咧施工，未来要起一座充满欧洲风情的威士忌城堡。城堡式的威士忌工厂的生产基地，还有酒库。那前面的部分会是一个公园化的一个园区。 这座占地14公顷，开10亿6千万兴建，是观光工厂，嘛是生产威士忌的厂房。目前南投酒厂整个营业额来讲，一年大概有9亿多。扩建完成之后，将来我们的产量会达到现在目前的1倍以上。 南投酒厂伫9年大地震的时，受损非常严重，这损失是超过40亿。倒落去的建筑拆掉了后，增加真侪空地。为了活化土地，酒厂开钱起大城堡，有计伫2022年完工启用。未来游客来到南投，又搁加一个景点的选择。